朋友们，我是张少林，让我来介绍一种全民养生饮料，它就是阿发青苹果金褐欢素胶，让健康的人更健康，让患病者把风险降到更低，25天就能得到改善及帮助。长期使用西药，营养流失、腰酸背痛、手脚麻痹，它能治好尿酸、关节炎。很多男人都有前列腺的问题，频频小便、小便困难、小便泡沫、久站困难、体力衰退、荷尔蒙失调。它也能排毒、保护肠道。同样25天能改善皮肤暗淡、脸色苍白、黑眼圈、黑斑、雀斑、老人斑。服用7天内会有好转的反应，譬如口渴、眼睡、多尿、轻微腰酸背痛。下来听听见证者怎么说。心很有力，体力很好，小便呢就很顺畅，可以預防腎結石。食西藥食咗10幾年，食到人都好攰，小便都好多泡。朋友介紹我食青蘋果膠，食咗而家就人冇咁攰，小便泡都少咗，因為呢個會幫助到我哋肝同埋我哋嘅腎。怎麼樣飲用阿發青蘋果金褐歡素膠？首先呢，我们就是先给你们了解一下水的分量，就是差不多大半杯的水，然后水温就是室内温度的水，凉凉的开水，就是不要冷也不要热的。以成年人的分量，在25天内，吃饭的铁汤匙2铁汤匙，搅拌就可以饮用。如果你不要用白开水，你可以用蜜糖或者是果汁，2样都可以。小孩子4岁到12岁呢，25天内用喝茶的小茶匙2汤匙就可以了。阿发青苹果金褐欢素胶，连国立大学都证明金褐欢素胶对人体的好处，及鼓励民众长期服用。它是养生品，跟你们吃的西药产品是不相关的。朋友们，在这非常时期，它能提升免疫力，男女老少都适合。去指定的西药房购买阿发青苹果金褐欢素胶。